Hello， 歡迎收睇 CMYK， 我係 Herman。咁今日咧新鮮滾熱辣，咁就得到一部 Switch 2，就即刻同大家辣手。香港行貨啊！咁呢個係 Mario Kart World 嘅版本嚟嘅，俾大家睇。因為 Switch 即係任天堂對我嚟講，其實係好有意義嘅一間公司啦。因為其實我第一部嘅遊戲機其實就係任天堂嘅 Game Boy。哇，好大個 mon！ 咁其實我同大家都一樣啦，有諗過，要唔要等一陣先至去買呢部主機咧？衝破個心理關口嘅重點就係覺得遲早都要買噶啦。咁咧，即係總有一日啲遊戲淨係 Switch 2先有得玩。係個磨砂質感咧，其實係都幾重。哇 ！OK， 咁就講一講啦。呢部機其實都可以插 micro SD 卡嘅。咁但係呢一集咧，記住舊嘅 micro SD 咧就唔 work 噶啦，因為佢就係支援 micro SD Express。咁然之後地路打開佢。嗱，咁如果大家同我一樣啦，都係購買呢個 Mario Kart World 嘅組合嘅話咧，你哋都會得到一張咁樣嘅紙嘅喺個盒入邊，咁就唔會有一張實體嘅遊戲卡帶啦，咁但係會有呢張紙。咁然之後呢隻就唔使講啦，一定要玩嘅啦，到時。提大家有一樣嘢好重要嘅就係，如果你見到即係個熒幕個邊好似有啲保護貼咁樣嘅感覺嘅嘢咧，千祈唔好搣咗佢啊，因為係有機會毀壞咗個 mon 嘅。我入到 game 咧，係更加覺得個 mon 係大咗好多。嗱，但係而家佢主要唔係睇技術啦，因為我未真正展示俾大家睇，但係睇畫面啊。而最尾就送翻一句，你哋成日同我講嘅嘢：早買早享受，就係咁完。